繪本 This Is 系列係著名捷克插畫家薩石克嘅作品，其中一本 This Is Hong Kong 就記錄住上一個世紀外國對香港嘅印象，例如虎豹別墅、霓虹街道等等。而今次 DX 設計館嘅薩石克從前有個香港展覽，就以呢一本經典繪本為題，再次咁展示一下各種老香港嘅面貌。睇完繪本插圖，一定要去埋旁邊嘅另一個展覽《旅港維度：香港旅遊的視覺語言》。呢邊就以旅遊視覺去揾翻更加多香港嘅相關回憶，例如以外國對香港嘅美譽組成嘅打卡牆，由航空公司嘅宣傳單張同埋新聞，仲有政府部門嘅宣傳海報，都會見到香港當年面向國際嘅最大形象究竟係啲乜嘢。後邊仲有一個區域係睇下喺荷里活電影嘅鏡頭下，香港又係點樣嘅一回事。而展覽亦都專登用咗其中比較早嘅作品《蘇斯黃的世界》去作重點介紹。好多人都話呢一套作品就係外國人對香港最早期嘅認識，所以今次嘅展覽就根據翻旅遊呢一個主題，由六國酒店呢一間大家都認為係蘇斯黃的世界入邊參考嘅對象開始，以酒店業嘅視角去講下香港故事，例如當時嘅門市係點樣，酒店向遊客又會推廣啲乜嘢地方，酒店入邊嘅價格又係啲咩水平呢？如果想了解外國人眼中嘅香港，今次展覽絕對唔可以錯過啊！